伊说啊，你妈妈敢有讲伊同时要转去啊？这是妈妈要互你使假钱，来，你摕。我来办一个员工旅游，啊你咧去一个人的旅行。一个人旅行要注意啥？上重要的一项，就是唔通因为孤单，就凊彩起来着陌生人啦。听起来那有一点仔危险，但是又有点浪漫。这个世界就是爱每一个人拢无同款，才会好耍。敢有空的房间会当互阮困一暝？你是挑工无爱加油的哦。我这边人家进步足济，我嘛会使跟你一个人过生活。你当做伊是朋友，伊就无一定哦。假使我抱要留你，你敢会接受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